脚了，帮我改机票。大家都昨天发烧，吓死宝宝了。嘿，有大哥，欢迎收看《雨辰同行》。太久没开场了，对，好久不见，真的拍了吗？开始拍了。我们现在人在大阪，奥斯卡是刚好一个巡回啦，然后从大阪名古屋到东京，现在我们人在大阪的这个 Hey Smith 办的音乐季哈基 K D 马扎雷，哈基 K D 马萨雷。我们现在要去当后台蟑螂，先去干吃的。哇，你说的很好，这个拉沙全部都在后台搞定，你只要有这个就可以了。3A Pass， 这是我们的饭票。我们已经有2个人，已经有人摸进去了，两个伙伴已经摸进去，要开始了。来自台湾的后台蟑螂，今天会好好的表现。来，这介绍我们的小蟑螂们，小伙伴们，后台蟑螂们。哎，只是水而已。米酒头啦，台湾来的就不一样，有水不拿，拿米酒头。我想先补充一点水分。哎，那我喝这干嘛？我还没吃早餐，有点拿个包子吧。他们不忌讳包子这件事哦，我们台湾人不吃包子。这是我今天的早餐，这是我的第一餐。哦，我们现在要去另外一个舞台看一下，这角度会不会拍啊？操！哇，原来外面长这样，哦，好大，好多人啊！拍个照片。我们现在来看他们的中场滑板表演，还有一些 BMX， 还有一些自拍轮。哦，这个很强哎，超强的，世界第一名哎。对啊。哎，那也是赚到哎，看到本人。好，去了去了，好热。这吃完吃不饱，再来吃个 Coco 咖喱，再吃不饱，还有广岛烧。好热。喂。还真讲，我们台湾人不吃包子啊。想回台湾的。你快吧。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来到了第2天演出日，昨天还蛮累的，超累，晒一整天太阳，然后刚吃了一顿好料的，吃一顿粗饱的，为了今天的表演。骗人，没吃，他假的哦。他说要吃的哦。昨天没有演出，也是吃的书包。昨天听说有位哥啊，吃了8颗烧麦。今天早上起床有排便，还蛮舒服的。反正等一下不要去后台准备，现在心情是有点忐忑，所以讲话不是很好笑。那你有忐忑吗？好像有那么一点。你有坦克？我的司机鲁叔没当上海贼王，只好来跑Uber。还在打高尔夫？环节紧张啊！下雨啦，可以吗？这造型不错。 Yes, Now the time. yes. はち切りましょうね、乾杯！ はじめまして、ファイアー EX です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Let's welcome our special guest, Kenny from Hey Springs. 在这里のネクモショーきらめけば背の糸に雨が運んだクエリが在这里のネクモショーきらめけば背の糸に雨が刻めき幻か用真点
ありがとう、はじけれませ累了啦。回去睡觉，晚上庆功宴，我喝爆。这是我这2天来的第15颗，希望大家以后可以买烧麦送给我。じゃあ、とりあえず今日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乾杯！音乐季呢已经结束，画下尾声了。所有人都会聚在后台，然后刚刚那个主办人 Smith 主唱伊咖喱，他 Q 跟大家所有的乐团工作人员们干一杯，说谢谢大家辛苦了。每次来这种音乐季就可以看很多乐团表演，自己也有表演，身在其中的感觉真的是很棒。也学到了一些东西啊，关于音乐季，关于玩音乐这件事情。礼拜2就是巡回的第1场了，我们会继续努力加油的，谢谢。我要去洗衣服啊。现在要走路去会场了，听说超近的。好像小时走得到。我人在不舒服。日本日常啊，好不好？但我又不是宿醉的不舒服，对，是睡太多的不舒服，太奢侈。难道我身体已经被玩坏了？哦，这里有海贼王哎！我说看，1、2、3，呀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留下，谢谢。拿过来的。我们还有一个很没精神，叫我去买药。他挂了哦，你不好哦，需要运动哦。不舒服啦，我们的全身的汗，衣服都湿了。挂了，特效药，9%救你命。我看是不用喽。哇，底力后边，知道吗？没有哇，底力左边。不行的时候，你真的就去拿个椅子吧。好。今日有其弟兄遭逢严重的身体为恙，身体不适。我们的陈兄身体不适，但是我们还是要拿出100分的热情，我们业务的感受。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 1、2、3，加油！拜拜。加油啊！小人。
今天真的很难扛，今天真的很难扛。不好扛，在这里恐龙扛狼，你就是恐龙，他就是狼。对，恐龙扛狼。回家了，帮我改机票，虚弱的体质，超怕。我先吃解药。危险，我应该变蛮瘦的。昨天睡前就预防性嗑了跑步龙。好想要。现在在静冈，我们现在在休息站，前往东京的路上，三场了，其实没有很多。希望我可以赶快好起来。这位哥可以扛得住啊！移动，东京见。好。一回2到3喷射，但是它的点是在这里。上2的地方，我都一直以为要喷到这里。现在好多了，但我昨天真的是，大家都昨天发烧，妈的，吓死宝宝了。还行吧，可以啊，听起来可以。比我想中的好很多了。你又再吃一包了。再嗑一包。Enjoy the final show. Okay. 100%. 1、2、3，下！我上，开始笑。今天来到我们的最后一站，台湾吉日。你们复活了吗？我复活，现在大概80%了吧？我大概95%。相信这一次的内容一定是超级难看、超级无聊的，毕竟有好几天我就生病了，完全无法拍摄。这样啊，我们要准备表演，再会了。有人演到一半就跟我说，高的没办法喝，我就是喝到高的直接烧瞎。